宏福苑內搜救工作繼續，有遺體被運走。消防話，死傷者主要喺火勢比較猛烈嘅宏昌閣同宏泰閣揾到，剩低嘅25宗求助個案，其中3宗係最新收到，有啲個案嚟自嗰2座較高層嘅位置。完成滅火之後，朝早9點之前會完成爆破7座大廈所有單位，確保冇人被困。點解話會比預計嘅時間需要耐呢？就係其實因為個火場面積實在太大啦，大家都可以見到啦，又牽涉到7座大廈同埋係整棟大廈嘅。咁好多地方咧係我哋做完之後咧，佢都有一啲翻燒嘅情況啊，我哋需要翻手去再做。咁所以我哋而家其實都部署咗一啲同事喺大廈嘅唔同地方，我哋就進行一個灑水去降溫。咁之前呢，因為實在太多地方呢個火勢猛烈呢，我哋做唔到呢一個工作。咁而家我哋有一啲人手呢可以做到，咁我哋相信呢可以有效咁防止佢再死灰復燃嘅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播周玉琴。很多的朋友告诉我们，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帮助了睡眠品质。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异常细胞风险的好朋友呢，可以选择原版的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它添加有超级食物羽衣甘蓝，健康再加分。而有睡眠困扰的朋友们，赶快选择蓝色包装这一款晚安加强版，绝对是更有感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Good，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，而且要记得输入推荐代码，有额外的折扣优惠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基础版、晚安加强版，新包装改版，内容不变，抽取更方便。要吃就吃最好的。